哇！我見到呢一個外表咁勁嘅充電座呢，我初頭以為係擺喺台面啊插線咁樣用啦，原來佢本身就係一個 power bank， 係可以流動使用嘅。佢嘅電容量呢有成15000嘅 mAh， 咁都未夠佢最高嘅輸出呢有成100瓦嘅，即係可以俾你插埋 MacBook 用啦，流動插埋 MacBook 用都得嘅。咁除咗有最勁嘅100瓦輸出之外咧，另外亦都有多一個 Type A 同埋一個 Type C 咧，俾你插電使用嘅。除咗有線充電之外，身為一個專業嘅充電塔，梗係要支援埋呢個無線充電啦。頂部呢度咧就係一個磁吸嘅位置啊，支援最大15瓦嘅 Qi2 充電。咁除咗你可以磁吸你個電話充電之外咧，亦都可以充 AirPod 啊或者 Apple Watch 等等嘅。既然支援咁多種嘅充電方法，又支援大功率嘅充電啊，最好就俾大家睇埋個充電情況啦。嗰個前面呢度咧有一個 mon， 咁咧就可以監察呢個充電情況啦。除咗你話普通有幾多 percent 之外咧，仲有輸出幾多啊、溫度幾多啊等等嘅數據咧，你就可以一目了然啦。為咗照顧你哋有足夠嘅功率充電咧，仲送埋呢一條 XPower 原廠嘅 Type C 靚充電線俾你哋噶。咁你哋就唔需要額外再俾錢咧買條快充線啦。同 XPower 嘅其他流動電源一樣啦，佢亦都有過充、過熱、過流同埋短路嘅保護裝置。即使咁大功率啊，同埋咁大嘅電容量咧，大家都係可以放心使用嘅。Mag-in-One 呢個咁專業嘅流動充電塔咧，就適合嗰啲真係要攞住個電腦走嚟走去，但係又唔想周圍揾電源嘅朋友啦。呢件 X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啦。詳情可以向 XPower 客服查詢嘅。